我说，微博老师今天一定会选我。妈祖都出现了，所以如果不选你是违背妈祖的旨意了。所以我们要相信妈祖。请自我介绍一下吧，黑桃组。Hello， 老师好，我是席子琪。我不觉得我在台上不一定是最完美、最厉害的，但我一定是舞台上最有魅力的。而且，昨天妈祖托梦我说，微博老师今天一定会选我。妈祖都出现了，所以如果不选你是违背妈祖的旨意喽。所以我们要相信妈祖。是这样。今天带来的是跳舞，老师选我一定不会让他失望。志奇超帅，志奇！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有态度哦！好喜欢的。他本来就很棒，他舞台魅力很高。我喜欢你刚刚脱掉外套的那个，那个直接，你刚完全不知道他要脱衣服，他真的该脱。对，脱的什么都出来了。来7秒，6、5、4、3、2。唱歌跳舞都是可以练习的，但是明星特质可是练习不出来的哦。机会永远只会给准备好的人。上了舞台一定要相信自己，相信你的姐妹。你要用心唱，才能唱出机器调不出来的声音。女团最重要的不是人数，而是团结。钻石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特殊的八面结构，所以最终成团将由8位选手组成。最后冠军团将获得立即出片的专辑《进军歌坛》。